打开腾讯视频 APP， 首页搜索《见字如面》第2季，更多幕后精彩花絮等你来看。本节目由低调稳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人人贷独家冠名播出。我将从此手捧经书，静坐蒲团，谈情咏诗，忧思成结，于断井残垣之上重建乐园，这才对得起您的信任。这心意我领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由低调稳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人人贷独家冠名播出的《见字如面》，守望7年，值得信赖。我是徐涛。我们都是滚滚红尘当中的芸芸众生，纠结于千奇百怪的乱象，试图超越，却难以自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封信呢，很有意思，它来自了一场奇葩的婚礼。第1季《见字如面》当中，我们读了徐志摩、陆小曼之间的情书，观众呢议论纷纷。现在他们2个人结婚了，在婚礼上来了一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梁启超，戊戌变法4位领袖之一，德高望重。对徐志摩是厚爱有加。梁启超先生没有按常理出牌，在这场非常轰动的婚礼上，发表了一篇非常轰动的贺词，令在场的所有人感到非常的尴尬。晚上回家以后，梁先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介绍了在那个奇葩的婚礼上所发生的一切。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李立群老师。谢谢，谢谢。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情。梁启超写给孩子们，1926年10月4日。孩子们，我昨天做了一件极不愿意做的事情，去替徐志摩证婚。他的新娘子是王寿庆夫人，与志摩恋爱上才和寿庆离婚，实在是不道德之极。我屡次告诫志摩而无效，胡适之、张彭春苦苦为他说情，到底由于姑息志摩的缘故，最后顺从了他的请求。我在礼堂上演说一篇训词，大大教训了他们一番。新人及满堂宾客无不面色难堪。哎，这恐怕是中外古今闻所未闻的婚礼了。今把训词稿子寄给你们一看，青年呐，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冲破礼法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我最爱他不过了。此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固然是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也许还会弄到自杀的地步。我又看着他找到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苦痛更无限，所以想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棒，
盼望他能有所觉悟，免得将来把志摩累死。即便如此，恐怕也不过是我一厢情愿的苦口婆心罢了。听说张新海近来也很堕落，日日只想着做官，相比之下，志摩却是很高洁，只是发了恋爱狂。这是变态心理或变态心理式的犯罪，品行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我因昨日的感触，专写这一封信给思成、徽因、思中们看看，而婚礼训词是这样的：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儿戏，以为高兴可以结婚，不高兴可以离婚，让父母汗颜，让朋友不耻，让社会看笑话。总之，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10月4号。爹爹，锐意前行，戒有我定。感谢 SUV 王者长安福特锐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感谢清口味高粱酒江小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大家继续收看由人人带独家冠名播出的《见字如面》，我是小翟。今天我们的2位解读嘉宾老师给大家介绍认识啊，徐子东老师和梁文道老师，你们好。你好，你好。这一期开始的气氛真的特别好哈，在听着这个李立群老师读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笑的都不行了。我就在想，一般来说，这个结婚的证词应该都是什么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啊，都是好听的话，而且要夸新郎、夸新娘是吧？这才才子佳人啊，对，一上来就学问不好，人品更糟，真的是好尴尬呀。但问题是，梁启超是他们请过去的，是非常尊贵的一位客人。所以我觉得梁启超说这话，虽然你说很尴尬，真的是就像他自己讲，可能古今中外都没有人这么来证婚的。可是问题是，你再想想，他说这个话还不算丢身份，因为他是徐志摩的老师，徐志摩跟陆小曼都央着要他来证婚，好几次他推辞说我不去，因为他从头到尾不赞成这事儿。然后后来呢，他们是找到胡适来说笑，就说哎呀，梁老您就给点面子来吧。那这么一说，好，他去，你硬要我来吗？你硬要我来，我也不能够说违心的话，你们都知道，那我就说这话，这叫实话实说。实话实说，这个所以我觉得还不算丢份，而且尤其是到最后一句呢，多多少少还有点劝勉的意思，就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最后一次结婚，这算不算是一个另类版的祝人家叫做百年好合、白头偕老？翻成正能量的话，就祝你们就白头偕老。对，但是可以翻译成就你们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以后我们去证婚。对，这句话可以用。对，这句话可以希望这是你们最后一次结婚。一个笑话，下次结婚在
在纽约一个酒店里，那酒店策划的很好。哦，对，下次结果人家就问他说对这个婚礼满意吧？他说满意，我下次结婚还来，还得这么高。其实一个感觉的哈。对。哎，我觉得其实更搞笑的就是，他是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孩子们，我为什么要在婚礼上说这样的一番话，好像也有点就告诉我自己的孩子，我要也教育你们的意思。而这里面还有一个林徽因啊。对，因为有林徽因呢，大家都说民国才女，几年前电视剧把她演火了，大家都说这么一个温良恭俭让又漂亮又有学问的真不容易。但事实上林徽因也不是那么好搞，所以我觉得这封信呢，也有点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下面小辈我们自己家的孩子们啊，你们自己当心着点，现在看看这个榜样。那么而且这封信还有个意思，就是有一个不吉祥的地方，说实话，就是有点后人看来有点一语成谶。他说陆小曼这人，会不会不小心把徐志摩给累死？所以我觉得这个话，是比较耐人琢磨的。中华民族这个词是他造的，太伟大的一个人物。但是，这番话到底是很保守的。我们今天没有人会觉得两个人他们离婚再婚是个问题，可是，回过头来讲。像上一季你们谈到陆小曼、徐志摩的时候，让我很惊讶的地方是我没想到今天社会上有这么多人，他的道德观跟梁启超是一样的。后来我们在网上其实也做了一个关于这个话题的这个讨论哈，但没有想到其实不能叫一边倒，但也接近了。大家都觉得对徐志摩来说，渣男，对这个词哈用的比较多一点。这个很奇怪，因为这个跟几十年前大家的印象很不一样。从来呢，大家都是比较袒护着徐志摩，觉得徐志摩长得不错，有才学，很浪漫，就是个浪漫多情才子。你觉得这种人就应该这样？那反倒是一直对陆小曼呢，我觉得不太公平。那陆小曼，尤其是我们知道后来。徐志摩老到北京的时候，陆小曼身边其实还有一个人，所以乃至于徐志摩飞机失事死了之后呢，大家就更不耻陆小曼。但我觉得大家对陆小曼一直不公平，两个人是共同达成这样的生活方式，你可以不要啊，你可以分开或怎么样。而陆小曼其实人总有变化，她到后来她其实，是一个特别宽厚温柔的一个人，而且画得真好，她的工笔画。子东老师怎么看？我觉得这封信呢，一方面是替他的学生，说话。他表面上骂了很多啊，你觉得还是爱他？当然，徐志摩他就是把自己的学生才可以这样骂嘛。我这个学生学问又不好，做人更差，什么脑筋啊，还要结婚？你看他，但是他把所有人可以骂徐志摩的话都说了，徐志摩就安全了。哎，有道理。第二个呢是警告儿媳。这个林徽因啊，徐志摩那个是他儿媳的男朋友嘛。对，徐志摩原来也说到底，在我们旁观者看来，之所以陆小曼跟徐志摩今天结婚，原因是因为你的儿子啊，对不对啊？是林徽因就跟了你的儿子嘛。林徽因比较现实嘛。我们上一集讲过那个林徽因那封信结果很多人说我的意见没表达清楚。其实林徽因那封信呢，我自己觉得就是怎么来说呢？有点像假的，当时是林徽因太不像十几岁的写，对，16岁的时候写的是拒绝徐志摩的一封信，对，就太完整，他又可以这么缠绵，里边又那么理性。其实要这样写的话，林徽因的真是传了那个哪里像了，超过梁启超啊。但梁启超这个是婉转的把这个信抄给儿媳妇，你看这个儿媳妇将来他得替自己儿子想想啊，对不对？陆小曼跟那个才子，谁都看得到才子不靠谱。林徽因看得到，别人看不到吗？而且徐志摩这人将来还不知道怎么变，对不对？如果他不摔死的话，但是陆小曼这么痴情的还是跟着他。张幼仪还同意张幼仪同意徐志摩跟陆小曼结婚，还送贺礼啊，好像没有，王根送了贺礼，他没有。王根也同意，对，前妻前夫怎么跳出来的？你想想看，对不对啊？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梁启超他会非常反对这个陆小曼和这个徐志摩的这个婚姻，他觉得会是非常不道德的。那为什么胡适就相对来说是比较赞同的？这就是胡适跟梁启超的不同啊。我们说5·4运动是胡适他们起来的，梁启超是5·4之前呢。所以胡适是主张这个个性解放啊、个人自由啊等等之类的。胡适很特别。
就胡适这也是新观念、新脑子的人，但他另一方面他又守旧道德，就他自己呢，他一辈子都跟他的原来的那个太太在一块，江冬秀，对，从来没离开过。尽管那个太太呢，其实跟他是很多的知识背景、文化上都是没办法沟通的，而胡适呢，是后来其实身边有不少的红颜知己，他屡次有机会是可以离婚的，但他很奇怪，他很赞成人家去离婚，但他自己就坚持下去了。你比如说，徐志摩的表弟，差了很多年的表弟金庸，金庸是他表弟。那徐志摩他的灵柩运回到海陵，江苏海陵要下葬的时候，是金庸先生代表着他们扎家去下葬。然后呢，后来很多人又八卦说，为什么金庸小说笔下的表哥通常都有一副共同的德性？第一，人很多情；第二，死缠美女不休。比如段誉，段誉就是代表者，就是个表哥的典型，这就死缠着这个王语嫣。但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徐志摩这种人啊，你从今天我的角度来看，尤其我不太喜欢他这种什么人。当时就很多人说他这种人是怎么样？是男的在一帮吗？没什么，平常一样。一个美女走进来之后，他立刻就活过来了，就是话就多了。就我们都见过这我觉得挺烦这种人，瞬间被点燃了的那种，你就觉得很讨厌。我们一帮哥们在聊这些正经事儿，然后一个漂亮姑娘进来，她整个人就立马180度的变了。我们看，键盘掌声响起来，来关注一下读信的情况。谢谢解读嘉宾的精彩分享。本节目由低调稳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人人贷独家冠名播出，守望7年，值得信赖。逐鹿中原，朝代更迭，生成的是历史的宏大叙事，偏安一隅，教历边陲，书写的是历史的枝节情趣。汉文帝汉高祖刘邦的儿子，在吕后专权时代结束之后，年纪轻轻的当上了大汉王朝的皇上。却发现有个大汉的旧臣在南中国自己当上了皇帝。这个南越国的皇帝名叫赵佗，是高祖时代受封的地方军阀，有资历有实力。但是天无二日，年轻的汉文帝文韬武略，想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于是他写了一封信，让赵佗放弃称帝。赵佗呢，回了一封信，竟然就答应了。两个皇帝之间的重大问题，靠着信件往来就解决了。抵得上千军万马的一纸信函，到底说了什么？有请著名表演艺术家赵立新、于和伟。战场上的每一寸收获都要付出10倍的代价。汉文帝写给南越王赵佗，公元前180年。皇帝谨问：南越王您辛苦了。朕，汉高帝侧室的儿子，早年被弃置在边塞，成了管理一处藩地的代王。那里路途遥远，信息闭塞，我又愚钝木讷，从没给您写过信。高皇帝抛下我们西去之后，孝惠皇帝即位，高太后亲自处理政事，很不幸，有了一些问题。老吕家的人滥用权力，胡作非为，掩人耳目，竟然抱了个别人家的孩子当了孝惠皇帝的子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已经把他们全杀了。
因为各位王侯不嫌弃我，不得不接受了皇帝的职务，现在已经上岗了。此前我听说，您给将军龙绿侯写信询问家乡亲人的消息，还请求罢免驻守长沙的2位将军。我按照您信上的要求，罢免了鄱阳侯将军。您在真定的亲人兄弟已经派人去慰问，还修缮了您家的祖坟。前2天，我听说大王您又在边境挑起战事，弄得兵祸连连，长沙苦之，南郡尤甚。您虽然统治了一个国家，但这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战争会让士卒大量牺牲，文官武将会折损，会让妻子守寡，孩子成孤儿，会让老人失去依靠。战场上的每一寸收获都要付出10倍的代价。我是不忍心做这种事的。朕希望能确定咱们2国犬牙交错的边界。我问过有关部门，他们说汉高祖时代双方确定了以长沙为界，长沙以南归您治理，不得擅自改变。我现在就算拥有了您的土地，国家也没大多少；就算获得了您的财富，我也多不了几个钱。所以，涪陵以南还是归您自治。不过，您把自己也叫做皇帝，天下就成了2个皇帝并立，这就没办法让车同轨便利交通了，就会引发争议，一争议就互不相让，这不是仁者该干的事。我愿意与您分弃前嫌，从现在开始像过去一样互派特使，加强沟通。所以我派遣陆贾前来向您预告朕的本意，您应该接受，不要再引发战祸了。托特使带去用丝棉做的衣服，厚的50件，中的30件，薄的20件，赠送给您。希望您把这当成好消息，消除疑虑，尊重邻国。蛮夷首领老臣赵佗冒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老夫本来是越地的一个小官，承蒙汉高祖赐我印玺，封为南越王。作为藩属国，我一直按时恪守了进献朝贡的本分。孝惠皇帝即位，对我恩义不绝，所赐老夫者甚厚。自从太后亲自临朝执政，任用小人，听信奸臣，夷人不再被视为华夏一员。传出指令说，不许再向南越输出金、铁、农具、马、牛和羊，就是给，也只给公的，不给母的。老夫地处偏僻，马牛羊都已经衰老了。我觉得这是因为自己德行不佳，犯下大错，先后派了3批使者上书谢过，都没有任何回音。
又听说老夫父母的坟墓已经铲平，宗族兄弟已经被杀光。我的大臣就议论说，我们是对内得不到汉朝的支持，对外又不能独立，所以老夫更号为帝，只为能自主管理自己的土地，非敢有害于天下也。谁知高皇后闻之大怒，取消了南越的建制，使臣不再往来。老夫怀疑长沙王私下进了谗言，所以派兵在边境给了他一点教训。老夫待在南越已经40年了，现在都抱上孙子喽。但现在的我还是夙兴夜寐，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无心看美丽的风景，不愿听美妙的乐章。这全都是因为我无法成为汉朝天下的一员。现在承蒙陛下可怜，恢复了我过去的封号，像过去一样派来了特使。老夫就是死了，我的忠心也不会变。我马上改国号，不敢再自称皇帝了。谨借返程使者，献上白璧1双，翠羽1000尾，犀角10座，紫贝500，桂狐1器，生翠40双，孔雀2双。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每一封书信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上指定战略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陪你感受感动。这2封信应该说是靠文字一去一回就避免了一场战争了。但是我就在想，这个信真的有那么大的功力吗？因为之前子东老师教我们了，就是读雍正的信的时候要以那种开玩笑说小人之心来看。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也看到了背后的这个形式呢？我觉得这里面就看到很明显，就是，大家总是说汉文帝那封信很厉害，一封信搞定了这个要叛离的一个人啊。但其实信是写得好，但没那么厉害。就我不太相信一封信能够消止出一场战争，必然是水到渠成。也就是说，你的形势已经走到那儿，这封信是点明这个形势而已。这封信里面就你看赵佗给汉文帝那个信已经点出问题所在，他跟汉关系搞到那么恶劣，要兵马相见，其中一个理由是吕后时代呢对他做经济封锁，对，这个经济封锁可能让他带来很大损失，特别是他指出来的牛羊马，我不太敢肯定牛这种动物在当时的南方有多普遍，或者是不是稀缺到那个程度，但是我比较肯定马的确是一个从北方西部进到中国，再从北方往下的一种动物，而缺马，我觉得对他们而言，当时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而且说是只给公的，对不对？对，没错，他就生不了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他的确当时受到一些制约。那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想汉文帝的时代，虽然已经经过秦，然后到了汉文帝了，可是其实离周尚未远。就那种过去的天下观，那种封建秩序，某种程度还存在。至少文景之治的时候，我们知道底下那些藩王啊，还是有一定的地位，还是有一定的势力地盘。所以也就是说，这种割据观念其实还是很强。所以南越只不过是这里面走得最远的一个，所以他其实认为我还在这个秩序之内，但是你把我扔出去了，这很不像话吧？
汉文帝这个伟大，他就是说我也不打仗，啊，这个地方就归你，但你不能称帝，你得俯首称我汉朝天下。而且汉文帝那时候口气之大，他说你这点地方我要拿了你呢也不算多，你这点钱呢我要拿了你呢我也没啥发达。说不算多，他刚才划了一下，很大的。对呀，整个南中国还包括越南这么大一块地方啊。但是你看，这也是对那些地方来说，它是第一次正式的归属了这个汉代的大的版图。那对于赵佗来说，他丢掉或者他牺牲的是什么呢？他很在乎几个东西嘛，一个是我的家人怎么样，我的祖坟怎么样。然后汉文帝都给他照顾到了。你要来打仗，理由你想想看，他当初在边境兴兵，是因为说长沙王是坏人，他说我坏话，行，我把他给处置了。那你现在没有理由作战了吧？然后我还告诉你，你要作战的话，我们双方都有牺牲，而这个牺牲呢，比较起来呢，我反而比较没那么在乎。为什么？就像我要是打赢了，多你一些地方我也不多，多你一些钱我也不多。同样的，真的作战牺牲起来，你牺牲比我大。其实点明了这个形势。对，因为战争会发生在你这个地方嘛，吃亏的是你嘛。另外，我也发现这2封信当中有个好玩的事儿哈。前面把形势谈清楚啊，态度谈清楚之后，最后都是我送你礼物啊。那个礼是不公平的，你没发现啊？分量不一样。那个汉朝送过去啊，就是丝棉的衣服啊，厚的20件，中的30件。那个香港这么热，要那么多厚的丝棉的衣服干什么？他是送去番禺，就是当年的广州嘛。当时就是广州嘛。你送的厚丝棉不管用啊。你送到广州厚丝棉有什么用？那个回送的东西值钱的。你看看送的厉害了。哎，你看看。白璧一双，翠羽千尾，犀角10座，紫贝500啊，要孔雀2双什么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对，这也是表达自己的一种称臣了。我可以把，虽然你说你不在乎我这样的东西，但是我不能没有诚意，我把它拿出来表示一下。汉文帝就是几十件衣服就搞定。好，我们听现场掌声响起了，来关注一下读信的情况。谢谢解读嘉宾的精彩分享。演员今天叫艺术家，这是出于一种尊重。在旧时代，他们叫戏子，地位低下。越剧的一代宗师袁雪芬先生，从小喜欢演戏，14岁就在上海滩出名，后来专注于越剧的创新。旧时代流行给权贵们唱堂会，演员也就成为了有钱人们的玩物。但袁雪芬从来不唱堂会，据说就是宋美龄请她，她也是照样拒绝。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是不通情理，不识抬举。日本侵略时期，袁雪芬挚爱的父亲去世了，她给远在天堂的父亲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当年的《上海大公报》上。这不仅仅是一封悼亡信，更是一封宣战书。有请青年演员姚晨。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袁雪芬写给父亲，1947年5月24日。爸爸，您说会回来的，怎么一去好几年，到现在连音讯都没有？您在异乡客地一切都好吗？家里祖母、妈妈、叔叔、妹妹和我都记挂着您。您说会回来的，会写信给我的。可是直到现在，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爸，您出门后不多几日，祖父因您单身出门不放心，他也找您去了。他老人家在您那儿好吗？
我们都很牵记着。爸，您出门的当年，我就回到上海演戏了。这时候我跳出了科班，另组剧团。新越剧就在那时诞生，分幕、装置、灯光、化妆、服装等新的方式，都在这时候渗入我们的演出。起初，演员们不习惯学戏排戏，似乎这是多此一举。观众倒是接收了，可是同行不赞成新的，喜欢保守旧的。虽然给了我们很多阻碍，我们还是低着头工作。我自己肺病里的细菌从左肺进展到右肺，这也算进步了吧。妈天天哭着要我回乡养病，我想祖父是有肺病的，爸也有肺病，这份传家之宝一定要传给我，我也只好照单全收。我在乡下，空气虽好，可惜环境太恶，有许多人仗着日本鬼子的势力，凶狠强横，忘记了自己还是中国人，专门欺侮国人，常常借了名义来强迫我演戏。那时节，我的病非但不能轻，反而加重了许多。想想这边是那边好，到了那边还是这边好，真是到处一样。我只好再到上海，各方面又来接洽登台，一答应登台，根本没有功夫医病了。这12年来，我已尝遍了甜酸苦辣的滋味。这个世界不允许有灵魂的人。假使你自身清白，站在自己岗位上挣扎，人家会说你固执骄傲，自然会有各种麻烦来找你。不幸我是个女孩，更不幸是个演戏的。只要你是个女演员，他们对付你的方式更多。在中国，演戏的不是艺术家，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叫戏子，没有保障的戏子，谁都可以欺侮你，甚至造了种种谣言来攻击你。你若开口，就写几本书，写几篇莫名其妙的文章来破坏你。你若不开口，看的人还以为你是真的默认了。你若再开口，就会把你打入深渊大海，永世不得翻身。爸，人说聪明遭天忌，我并不聪明，为什么也有人记恨？爸，我不想哭，哭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小孩，我的性格比从前坚强多了，这是时代给我的转变，是这个社会给我的磨练。的确，我得着的你应该高兴，我损失的你也不要难过。我们的新越剧现在怎么样了呢？成功了吗？不，没有。爸，等到成功的日子，我再写信告诉您。我再告诉您一个你喜欢听的消息，我的身体比以前好多了，最近牛奶我也吃了。至于您与祖父的境况怎么样，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知道呢。只有遥祝平安。您的儿，雪份上，1947年5月24日。您在异乡客地一切都好吗？瑞
意前行，戒由我定。感谢 SUV 王者长安福特锐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我是江小白，生活很简单。感谢清口味高粱酒江小白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每一封书信的背后都有动人的故事。上指定战略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陪你感受感动。用书信打开历史，用微信连接我们。接下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见字如面”进行互动，送出一份书信，送出一份情谊。纯粹文艺范儿，腾讯视频 VIP 尽享文化飨宴。收看更多精彩花絮，登录腾讯视频《见字如面》第2季，每周2晚8点精彩上线。黑龙江卫视最北方最温暖，《见字如面》第2季每周6晚9点20分与您相约，不见不散。见字如面，全民征信，让感动你的信感动更多人。感谢光明网、中新网、澎湃新闻、环球网、新华网、凤凰文化、网易新闻、北青娱乐、央广文艺之声、新浪微博、豆瓣、北京晨报、大河报、晨报周到 APP、百草园书店、水木文摘、诗词世界、国学精粹与生活艺术、时刊社、腾讯电脑管家、猿辅导、WiFi 万能钥匙、海信电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载 One 扇贝客户端，体验见字如面的更多打开方式。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在此见字如面。下周同一时间，请您继续关注由人人代独家冠名播出的见字如面。皇帝也是个外交家，他知道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打一下揉三揉这种东西，对于这个赵佗的话是非常管用的。赵佗并不害怕汉文帝嘛，读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挺入戏，就我心想你吓唬我，你吓唬不了我。